科技的进步嘛，互医疗愈来愈进步。这是英国理工大学团队有研发出更较幼只有2毫米的导管，配合机器手骨，就会当用伫身躯顶较幼弱的部分，亲像会当做气管、肺部、头壳内肿瘤的手术。两支机器手顶悬嵌真强的吸管，引导又搁长的软管伸入去病人的右气管内，再搁用镭射治疗方法去除有必要的组织。英国利兹大学的团队伫意大利的实验室，当伫试验非侵入式手术，切除人体内搁较深的肿瘤。We were able to develop those small 2 millimeter diameter catheters that can navigate inside the human body very, very deep. 一般的手术真了工，病人搁爱用较久的时间才会当康复，也搁有感染的风险。以瓦尔达斯特里教授带头的团队，专门研究医疗用的机器人。伊讲目前当伫试验的机器手适合所有的患者，比其他手术方法搁较会当精准侵入人体细部37%。这项研究已经发表伫自然通信期刊内。除了右气管、肺部、头壳内的肿瘤，对于外科医师来讲，拢是高难度的手术，因为头壳内的骨构造真复杂。瓦尔达斯特里教授讲，软管若愈幼，这项手术就愈好完成。团队即马当伫研究的机器手，会当伫无破坏正常心经血管构造的前提下，把肿瘤切除。The smaller the diameter, the deeper we can reach inside the body. And so there is, for example, I was mentioning bronchoscopy and reaching to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lungs. This is impossible at the moment because the devices used for this application are flexible bronchoscope that are basically 4.5 millimeter in diameter, and so they are confined to reach only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bronchial tree. 瓦尔达斯特里教授也讲，今年已经计划甲美国范德比大学合作，把机器手的概念运用伫5个自愿接受试验的人身上。利兹大学研究人员嘛，当伫申请肺部手术治疗的动物实验。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